的生命，风雨降心斗阵行，梦中有你甲我来作伴，脚步有你的影纸，主你是我的生命，风雨降心斗阵行，梦中有你甲我来作伴，脚步有你的影纸，感谢你对阮的爱，予我机会对头来，天顶白云伴阮走天涯，天使永远甲我同在，我要大声唱，予人知，耶和华有无限的爱，世间的人拢来敬拜，耶和华是完全的爱。各位兄弟姊妹平安，今仔日是2月4號。在讀聖經之前，咱做伙來祈禱。親愛的天父，多謝你，予阮會當做伙閣較明白你的真理。求你幫助阮，予你的話成做阮腳前的燈，路上的光。感謝主，奉基督耶穌的聖名祈禱，阿們。今仔日要做伙來讀申命記24章。咱先來講這一章的重點，是關係佇婚姻、經濟甲社會活動中實踐憐憫甲公義，特別是保護弱勢的群體，比如防離婚的婦人人、產假人、孤兒寡婦、外族的人。刷咧，咱做伙來讀申命記24章第1節到第4節，是咧講離婚佮再婚的條例，就是佮結婚的規定。第1節，若有人娶某了後，再某有見孝事，無愛伊，就通寫離婚書予伊，叫伊離開。伊離開迄個家了後，通嫁別人。若是伊後來的丈夫無愛伊，佮寫離婚書予伊，甲伊離開，也是迄個丈夫死去。第4節，迄個以前甲伊離開的丈夫袂用得伊，佇伊受拍垃圾了後，叫伊轉來，佮娶伊做某，因為這是上主厭惡的。毋通佇上主恁的上帝賞賜恁做產業的地犯罪。這段聖經上重要的是禁止一寡歹爺也是下流的行為。摩西的離婚法清楚規定，離婚時必須寫離婚書，卻着辦理法律規定的手續，真上大的可能來限制。限制當時查甫人會當凊彩甲查某人趕出去。接續第5節，拄娶某的人毋通去交戰，嘛毋通予伊擔任公務，就予伊佇厝內經營1年，予伊的某歡喜快樂。這是咧講新婚的規定。第6節，毋通摕別人的石磨，也是石磨的頂端做抵押，因為這就是摕人的性命做抵押。為什麼安尼講？因為佇以前，石磨是每一家最主要的食米的器具，所以摕走石磨是直接威脅到因的生存，就親像摕走因的性命。第7節，若發現有人劫以色列中一個同胞，甲伊當作奴隸對待，也是甲伊賣去，
迄个劫人的人就好死，安尼就对恁中间拄去迄个邪恶的事。第8节，对太过病，恁就特别细意，利未人最死的所教示互恁，就是我所命令恁的，就切实遵行。第9节，就会记得，恁早前出埃及的时，上主恁的上帝伫路恁安怎对待米利暗。这3节主要是咧讲对待有怪卖人口的人，就爱判死刑。这是用来杜绝这种邪恶的事。佮讲到对待得到太过病的人的规定，得到太过病常常甲犯罪有关。若是得到太过病，就一定严格照祭司利未人一切所指示的，到野外隔开来。第10节，恁无论有啥物物件，照厝边毋通入去因兜摕物件来抵押。11节，要徛伫外面听候甲恁招的人摕抵押的物件出来互恁。迄个人若善食，你毋通摕伊的外衫做抵押，放伫恁兜过暝。13节，日落的时，一定爱将迄个抵押物件还伊，互伊通用伊的外衫盖得困。伊会甲恁祝福。上主恁的上帝嘛会看即项事做恁的好德行。第10节到第13节是咧说明有关借钱甲摕当头的条例。伫遮规定，你借互厝边，毋管是啥物，袂当入去因兜摕伊的当头，也就是抵押的物件，因为爱等甲你借物件的人，家己甲当头摕出来交互你。伊若是善食人，袂当摕伊的当头过暝，因为善食人的当头往往是伊日常生活一定需要的物件。若是有照安尼做，伊就会甲你祝福，上帝嘛会欢喜。14节，困苦善食的工人，无论是恁的同胞，也是住伫恁城内外族人，你毋通甲伊欺负。15节，伊的工钱日落以前就互伊，因为伊善食，靠迄个钱抵过活，则免伊因为恁的所做甲上地头，恁就有罪。这2节是在讲对待工人的条例。16节，毋通因为囝儿所做甲老爸处死，嘛毋通因为老爸所做甲囝儿处死。逐个人就因为家己的罪死。这1节是在讲每一个人应该对家己的行为负责。上帝公义的审判，但对犯法这个个人袂去影响其他人，甚至是病仔囝也袂做伙问伊的罪。17节，恁审判毋通冤枉外族人甲孤儿，嘛毋通摕寡妇的外衫做抵押，就会记得恁捌伫埃及做奴才，上主恁的上帝有甲恁对遐救出来，所以我命令恁着安尼做。19节，恁伫园林受五谷，若有一捆未结的，放伫园林，毋通活倒转去摕，着留互外族人甲孤儿寡妇。安尼，上主恁的上帝会伫恁所做一切事赐互恁。恁拍恁的橄榄树了后，毋通搁顺遐的树枝，着留互外族人甲孤儿寡妇。21节，恁挽葡萄了后，剩的毋通搁挽，着留互外族人甲孤儿寡妇。22节，就会记得恁捌伫埃及做奴才，所以我命令恁着安尼做。这几节是在讲对待孤儿寡妇甲外族人的规定，因为遮拢是弱势，应该爱替因主持公道，照顾因的需要。今仔日这段圣经我讲的金句是第22节，就会记得恁捌伫埃及做奴才，所以我命令恁着安尼做。我的感受是以色列人
伫埃及地做过奴仆，是上帝所允准的，目的毋若是要互因成做大国，就是要互因因为纪念做过奴仆的经验，或是体谅遐个活伫困苦中的人。同款，上帝嘛允准咱经历困苦，因为伊讲，咱伫一切患难中，伊就安慰咱，叫咱会当用上帝所赏赐的安慰去安慰遐拄着各种困苦的人。上帝佫将遐有需要的人安排伫咱的环境内面，爱咱实际做到怜悯甲慈爱。伫咧享受恩典的同时，也会晓分享恩典。最后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你伫全部旧约中，拢吩咐百姓爱公平对待善食人。求上帝提醒阮，尽量帮助善食人。上重要的是，提醒阮做父母的，用智慧将上帝的教示常常提醒阮的后一代。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今仔日按做伙读的圣经到这，愿上帝赐福恁，大家平安。主，你是我的生命，风风降世斗阵行，梦中有你甲我来作伴，脚步有你的引带。感谢你对阮的爱，予我机会对头来，天经地分伴阮走天界，天使永远甲我同在，我要大声唱，予人知。耶和华有无限的爱，世间的人拢来敬拜。耶和华是完全的爱，我要大声唱，予人知。耶和华有无限的爱。世间的人